好傷呢個綁落嗰啲鐵嗰度添喎。開始叫支援啦，因為佢開始鬧事喺度問，情況失控啊！佢都冇還手啊！佢又攞電話又報啊！好，事主係我，到係我，好，事主係我，到係我，係啊，呢個斬啊！空手嘅。呢度再攞刀個仔。好，刀啊再嚟啊！根本就係謀殺嗰啲。呢度先。呢個係事主惹事嘅呢個肉壽司嘅。呢班就懷疑佢哋懷疑所謂嘅假警察，假警察。如果有200，應該400，400嗰個攞200啊嘛。情況啦，我覺得今次啦，係咪好多謝霸針治安隊嘅支援咯？如果冇佢哋嘅話，我諗我一個人喺嗰度咧，就已經係冇一命嘅咯。所以我呢度咧要多謝霸針治安隊咯。跟住係咪？我希望總警長同埋內政部長一定要關注呢一件事，因為呢件事呢就會點講？包括咗傷人、刑事毀壞我架車，跟住然之後蓄意謀殺，跟住仲有就係有人無假警，然之後仲有就係警察冇做任何嘢，坐視不理，任由兇徒呢係咪用把冷刀追斬攞我嘅命咯？完全一啲協助都冇咯，所以呢個問題好重要咯。仲有呢件事，我一定唔會停和解咯，因為我唔會放過去。因為點解？我唔係因為報仇，我係唔想放過去之後事情再發生，有下一個受害者送上咗寶貴嘅性命嘅時候，就係我害嘅咯。所以我唔會放過去咯。我希望總警長一定要關注呢件事咯，同埋內政部長。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啦，因為我已經剛才我有成功的打給這個我們的Timbalan Ketua Polis了。那麼呢，已經跟我們的Timbalan Ketua Polis已經反映了他的事情，他的案件。我說呢，這有牽涉到警方人員在內，所以希望說我們的這個Timbalan Ketua Polis副總警長，非洲副總警長盡快採取行動，而他也答應我說會關注這件事情。剛才我已經把這個我們的這個報案的 number 呢編號呢已經SMS 給我們的副總警長了，同時呢我也會叫他們呢拷貝幾個這個鏡頭啊，就是說會拷貝4份，把這個其中1份交給我們的副內政部長，然後我們的 OCPD 還有Ketua Polis 跟Timbalan Ketua Polis 呢，讓他們知道這事情的嚴重性，因為我們這位受害者差一點呢，他的生命已經失去了差一點從鏡頭裡面看，所以我們希望警方呢盡快的採取行動，正視這個事件